早晨早餐有約，Carl與你閒話家常。呢個咧唔係烹飪節目，只不過咧好想分享早餐嘅食物啦，直至可以同大家閒話家常一番。等關心我嘅每一位都知多啲我嘅病情、我嘅近況咁樣。前幾日冇出套片啦，一陣間先講啦。嗰種上上落落，要係往返深圳、香港嗰啲嘅經歷。今日咧就要介紹一啲好彩色嘅早餐，睇睇先。一定先講咗咧，就係呢一個啦，實驗嚟嘅，就係一片嘅野生三文魚啦。但係我想試下咧，放一隻啱啱熟嘅蛋放落去，加啲甜椒粉，會點嘅咧？咁好有趣。一陣間剪彩啊，一篤嘅蛋就啲黃咁流落去。好啦，咁呢個彩色嘅 warm salad 啦，一個嘅熟嘅沙律啦，都係嗰句啦，要有顏色。有香味咁吸引，香味就嚟自少少嘅羅勒啦，咁都係教會裏邊一位好有心嘅弟兄自己種嘅。今日除咗彩色之外咧，你睇下都有一個好特別，我哋估唔估到係咩咧？唔係芝麻糊啊，係黑豆腐，黑豆做嘅豆腐，我都係第一次試。咁喺咁彩色裏邊，突然間整壇咁星球大戰 feel 嘅咧，咁都幾得意。咁仲有呢個咧，又係一啲實驗嚟嘅。試下用蘋果醋做個酸菜，襯啱啱呢個魚，唔使講啦，呢個就係加咗肉桂粉嘅無糖豆漿。最後出場都係主角啦，心愛嘅水果，一試隻蛋先，好緊張。下次蛋可以再熟少少。大少分享咗啦，過去一個星期上上落落深圳、香港、香港、深圳，天氣好好啦，曬咗好多陽光啊。就係因為咧，為咗就係6月5號咧，上個星期4咧，睇下開唔開到第7針啦。上一集都有提過，開呢個針咧都面對好多嘅挑戰啊。因為身體上出現咗好多嗰啲嘅副作用，當係治療嘅副作用啦，包括咗皮膚出現紅疹啦，甲狀腺素飆升啦，差唔多20倍啦，腎功能特別嗰個腎小球嘅過濾嗰個率咧係急降啦，蛋白尿啦等等，咁呢啲令人好憂慮。終於喺6月5號嗰日咧都做一個小型嘅會診咧，睇咗不同嘅專科，內分泌科啊、腎科啊、腫瘤科啊、皮膚啊咁都指向一樣嘢，好大機會就係嗰個免疫治療產生嘅一啲嘅副作用啦。咁所以咧就要睇下點樣去處理啦。咁先處理咧，第一就係嗰個甲狀腺素啦，因為飆升得咁緊要，咁所以而家都加咗少少藥嘅。咁嗰日6月5號咧，終於可以開針嘅。咁但係好可惜啦，因為我嘅血小板太低啊。每次都係血小板兄弟咧，真係唔係咁聽話啦。當日就唔可以食口服化療嘅。咁直至到星期6啦，再睇埋啲監測數據咧，應該進行翻3合1嘅呢一個嘅治療啦。咁6月5號開針，正式用埋口服化療咧就係6月7號啦。3合1，尋尾都講多次啦，即係口服化療嘅標靶，再加免疫治療3合1。咁嚟緊咧就6月13號咧就要再做一次監測，同埋咧揾翻內分泌科嗰邊嘅醫生睇一睇個甲狀腺素係點樣。咁呢個都係好關鍵嘅，甲狀腺素不能俾佢過高，會影響，最嚴重都係影響到個心臟添。好啦，講完咗咁多呢啲治療上嘅數據啊情況，題外話啦，因為有關心我嘅都問啦，咁你上落落點樣去醫院㗎？係咪羅湖啊？係咪福田啊？呢度咧清楚介紹同埋分享。
咁如果一般我唔搭公車嘅話，好簡單，喺葵芳有啲過境巴士嘅永 X 啦，咁跟住去到深圳灣口步行過關嘅啫。咁先搭30分鐘到啦，或者多5分鐘。去深圳灣口岸之後再步行過關，咁你到10分鐘啦。咁嗰度過關較為相對冇咁多人流啦。咁跟住再搭地鐵。如果唔搭地鐵，因為地鐵我免費啊嘛，所以好多時都會搭地鐵。唔搭地鐵就搭網約車，咁大概15分鐘就去到醫院門口噶啦。大致係咁咯。咁你係咪好勞累？起初係嘅，而家都慣咗噶啦。另外又一個分享啦，尋日6月8號教會好開心啦。我好溫馨嘅場面就係洗禮啦，加埋一個生日派，小型生日派對啦，一個慶祝。都提翻我自己洗禮呢樣嘢啦。原來不知不覺間數下手指，尋日就係呢個節期係40年前啦，就係呢個節期我係喺教會受洗嘅。時間過得好快，咁就40年啦。亦都係俾自己去反省啦。感覺洗禮係一個生日，一個重生嘅一個紀念。每年我都諗起呢個就係一個重生紀念，一個生日嚟，對自己一個新生命嘅開始。咁亦都提自己，原來洗禮之後，你每日就係背負十架，行一條信仰路。簡單易明啦嚇。咁每一日就提醒自己，比昨天要有進步，做得更加好。有虧欠嘅，有不足嘅，繼續努力咯嚇，唔係靠自己努力，係靠我所信嘅呢位上帝去幫我啦。好啦，大致分享到呢度。唔知你嘅故事係點？可能睇緊呢段短片嘅你，都有你自己重生、有新生命、新嘅人生路嘅啲嘅經歷，不妨可以留低喺留言區，俾我哋分享下。好，傾咁多先。We find some